树头了在唔惊树尾做风台，宜兰县改在即马无武汉肺炎的病例，也毋过时代加减拢会烦恼。发消息互学校当龄营的教练，希望课程会当取消。教练嘛答应会退钱，变做这一波疫情的受害者。宜兰县教育处讲，休馆活动敢要停办，学校会当家己决定。幼馆在学校拢有举办冬令营，也是辅导课，互囡仔袂伤无聊。但是今年的情形较特殊，拄着武汉肺炎的影响，互家长拢感觉心内惊惊。宜兰都有冬令营的教练收到安尼的消息，家长来问这个课是毋是会当暂时来停止，就惊病毒会拖入去学校内底。本来有30个人参加，结果有7、8个人，将近1/4，希望会当取消来退钱。其实也有从外县市找一些教练来支援这样子，那这个部分还是以孩子健康，那这个部分就小小的损失啊。虽然宜兰目前也无武汉肺炎确诊的病例，但流感嘛当咧流行，囡仔的健康上重要。教练点头同意，不过已经讲好，老师的费用就要家己来负担，意外变做是疫情另类的受害者。我觉得我们宜兰这边还好，像小朋友今天他们来，今天学校都有宣导，蛮严重的，对，但是停不停课可能还是以学校为主。画面来到宜兰的国小幼馆，球队照常咧练习，家长拢讲学校拢有提醒爱挂嘴安，暂时袂伤过来烦恼。这个部分有哪些学校是已经停止或者是已经继续办理的这个部分，我们会再进一步的去了解当中。宜兰县政府教育处表示，目前防疫宣导拢有咧进行，学生若是有发烧，也是感冒的情形，就建议伫咧厝内来做隔离。若幼馆的活动，就互学校家己来决定是毋是要停办，呼吁家长毋免伤过来紧张。记者综合报道。